高雄前鎮有一間機車行，昨暝有人客因為車頂歹氣，甲車牽去維修。講人客無小心去吹到油門，機車全爆衝，差一點弄到一個坐佇店門口71歲阿伯。事後頭家曝出着監視器的畫面，真正是驚險萬分。因為大頂歹氣，這個老先生將奧多麥牽去機車行，無熄火，頭家佇邊咧檢查，伊的手放佇正邊的油門，這想要比倒一路頂有問題呢，結果去吹到油門。規台奧多麥衝進前，頭前佫有一個老大人，伊是頭家丈人，加在頭家趕緊扭掉咧，這個車才無佫繼續衝進前。另外一個角度來看，真啊險險啊去弄到人。事後這個頭家講，伊是冒險佇修理奧多麥，兩個老大人加起來要150歲啊，真正承擔袂起。我嘛硬去啊，我來念阿彌陀佛爾。我要爬起來夾關，所以我無得爬啊。看伊就當安尼，關上就飛起來，弄幾隻落。真正好加在險啊去弄到伊71歲的丈人爸，因為行動無方便，無多及時跳開，加在伊這個囝婿骹手真好，才無互伊受傷。按着剎車，在進行檢查的時候，他就左手拉着這個說，幫我指說哪裡有問題。在指的時候，冷滴下去，他就順手吹着油門。代志發生伫昨暝7點外，高雄前鎮區瑞北路一間奧多麥店，頭家講當時無熄火，是要看倒一路頂袂倒，想不到人客去吹着油門，車陣咧衝出去，加在倒邊的檔案攏有倒咧，也若無後果不堪設想。因為那種老車是要發動之後，你開大燈，它才會看到它有沒有亮。然後有亮，你才知道說哪一個有損壞這樣子。店家在維修的時候，都建議說，就是讓客人在旁邊休息。因為機車頂無坐人，只要小可吹到油門，就可能衝出去。機車行提醒講，修理的時交予專業的人員來操作，莫挖緊，以免無細緻，會變成危險的瞬間。